護士，要唔要過嚟我呢邊啊？好。OK。好啦，咁我哋同所有嘅呢度6000幾個姜糖啊，快啲同佢打個招呼先。好，咁喺呢個時候咧，喂，我哋有咁多姜糖喺度咧，有冇嘢你想同大家玩下、熱下身咁樣先？我哋而家就嚟試啦。如果所有人咧將張卡再世界欠缺你的高貴，看不出理由，無人認領主滿佔有你的想法，如瀕臨絕境。我看似卻太不向往片刻的愛情，純憧憬無止境，讓你需求愛能永久供應。Every single time when I need someone， 身邊的世界戲劇性升溫，驅使一切無可能，竟無窮可能，太震撼。Every single time when we have something， 緊緊相隔了半毫米的吻，越過千萬人，讓四周浪滲，危險的交界，一雙雙人。Every single time。Looking through your eyes，I feel so bad。Don't lose to me。越過千萬人，讓四周浪滲，危險的戀愛，將得共有。白雲還是烏鴉，默默心底想得到個傾慕，專好還作聲沙與翻歸，跟音樂沒什麼關係，送世人無謂也有為，鹹魚和白菜間怎麼分到低？是我的心窩，愛吃白果，在我的心窩拆去枷鎖。明謝那用背台詞，承受不要愛戀事，銀杏天使，頭上尖刺，頭下裝飾。中間，歡迎來到香港啊！歡迎，謝謝。好嘅，問下你先，呢個係一個 surprise， 你係咪有冇嚇親啊？有。頭先聽到呢個歌，我心諗有邊個跳我嘅歌咁樣，跟住我就行過嚟，然後見到啲大陸老師咁樣。我見到佢嘅時候咧，非常之驚訝，點解你會喺度㗎咁樣？然後當然啦，佢哋係百忙之中啦，即係佢哋其實都好辛苦都嚟到同你慶祝生日，所以不如我哋先請阿姜同大漠老師嚟一張合照先。我想讓你跟姜合照，對。我剛剛很想出來跳。沒有。你要不來一小段？來一句，你要不要？什麼東西？你想要嗎？要不要哪一首？我哋可唔可以啊？可唔可以啊？法國選手啊？唔係，梗係唔係。一段，第一段副歌。我哋麻煩再次推法國。我怕我忘記了，等下。寄養，對，大家就站好，我們再來一次。我哋法國嚟一段得唔得啊？阿姜聽得清唔清楚先？嗱，好耐冇笑啊！嗱，好耐冇跳。你哋音樂嚟就可以啦。會嚟啦！咁快咧？藝術有待展望，也計較分數，誰人期望太高，但又驚大熱倒灶。將一共16抽溫度，信世人同嚟過旅途。靈魂誠實對真，想不想檢討？是我的心魔，怕吃白
在我的心窩，另有枷鎖。名利困着是囚牢，成敗執着是紅毛。台上的我，台下的我，誰是虛火？好，就這樣好不好？我話你咁快要有呢個咩啊心情嘅呢個環節，未到心情嘅，所以輕鬆先嘅。咁啊，希望大家咁啊玩得開心。係，因為我每一次都覺得啊，我生日係帶到咁多歡樂俾大家係好開心嘅，係因為從來都冇幻想過有呢啲咁樣嘅情節出現啦，係咯。咁所以希望大家今日唔好淨係幫我慶祝生日啦，係咯。即係如果有人就嚟生日咩都好，你都當係今日係自己嘅生日，我哋一齊慶祝。非常好，因為我哋今日嚟到咧，我見到你 IG 都 share 咗咧你個。好啦，小兔兔。好。小姜姜企過嚟呢邊啦，企阿姜嘅右邊，跟住小兔兔企阿姜左邊啦。好，大家一齊嚟到咧台前少少。呢度。好啦，兩個都出晒嚟。喂，你兩留翻位俾阿姜先。OK。好啦，呢個時候我哋一如每一年有個好靚嘅生日蛋糕要出場啦。哇！俾阿姜欣賞下今年嘅蛋糕個主題先，我哋俾啲掌聲，係咪好靚咧？哇！要欣賞，食得㗎。我哋準備咗個食得嘅俾你。好，我哋呢個時候咧有請阿姜啦。小姜姜、小桃桃，你唔好切蛋糕住，我哋影個相先，好唔好？好，我哋一齊嚟影張大合照先。不如阿姜企過少少，小桃桃企呢度，好，過嚟我呢邊呢一啲。好，咁阿姜呢度得唔得 ？OK 嘛？我哋全部人一齊望住大會嘅攝影啊嚇！我呢咁唔感人嘅歌嘅，係咪太温柔啊？好，我哋大會影完會留翻個位置俾觀眾影嘅。好 ，OK 嘛？好，我哋大會嘅攝影，我哋讓一讓路咧，我哋俾所有姜糖咧影一影呢個畫面先啊！有請所有姜糖舉機咧影影台上面小姜姜、小桃桃同馬姜，仲有今年嘅生日蛋糕。好啦，大家影完之後咧，當然唔少得啦。我哋今年嘅舞台咧，專登整咗個 T 台啊，所以呢個時候有請阿姜接住我嘅邀請，我哋行去舞台嘅前方，我哋同所有嘅姜糖打招呼。行到邊度啊？我哋可以行去台嘅盡頭，同所有姜糖 say hello， 再個目標就係大家360度都可以睇到你。哇！好啦，我要我哋去翻台中間設蛋糕。喂，小心！哇，爭啲有名場面出現。我唔想處理呢個而家點啊？好，跟住嚟到呢度咧，就係等你企喺蛋糕隔離，我哋全場梗係要唱生日歌俾你聽啦，好唔好？咁我哋呢個時候咧就數3聲一齊唱生日歌咯喎，預備。嚟到最尷尬嘅環節啊！你聽得㗎啦。好。預備3、2、1。Happy birthday to you.
強馬壯，我哋一齊講一聲姜濤生日快樂，好冇？預備3、2、1，姜濤生日快樂！唉，又老一歲太快嘅。你26歲咋？26好後生啊！00後嘅世界嘅。係，好啦，喺呢個時候咧，喺切蛋糕之前，俾啲時間你許個願先。哦。耶！你做乜偷偷笑？喺你許願嘅時候咧，我哋每個人都當然為你送上祝福，希望你嘅願望所有都會達成。好嚟。好，可以切蛋糕啦。呢個就係生日蛋糕啦。咁啊，我以為 CP 嗰啲喎。唔係啊，呢個我哋要留念㗎。好，預備3、2、1，祝你生日快樂，身體健康，最緊要事事順利。姜濤永遠支持你。好啊。幸福快樂。多謝。好，嗱，呢個時候咧，工作人員咧就會將個蛋糕推返去台中間，但係你留喺呢度，因為我哋有個超大 surprise 送俾你。咁好啦，姜頭麻煩咧放低部手。我哋咧除咗呢一份禮物之外，其實歌迷會亦都準備咗另一份禮物送俾你嘅，就係呢一支特別為你訂做嘅私家麥。好嘅，哇！出道咁多年第一次有一支自己嘅麥，係啊，你要唔要試下麥？不過咧，有聲有聲。係我以後永遠要用呢支麥嘅。同埋我好中意呢個顏色，紅色幾好嘅。多謝大家，多謝大家，我會好好地即係自己都有一直去增進自己嘅好多可能關於歌唱方面嘅嘢啦，咁所以我覺得以後我都會繼續唱好啲歌，係我唔敢話我會試好多新嘅嘢，我覺得都係將最基礎嘅嘢做好啲俾大家睇，咁我會希望呢支麥可以陪住我唱好每一首歌。你覺得呢幾年間自己有冇咩成長可以分享一下？哦，嚟啊，心情環節啦，心情環節，我使唔使幫你拎住呢支先？其實我真係每次都冇乜特別去諗，因為我覺得我都係想根據我當下嘅心情，睇有啲咩想分享俾大家，係咁啊，好開心啦，係咯，我覺得出道第7、第8年都真係好時間過得好快。頭先入咗呢一行之後，見到好多唔同嘅事情，亦都經歷過好多唔同嘅嘢。咁啊，自己一直都學緊點樣去處理好多嘅問題啦。咁啊，好多位，我覺得我自己都未處理得好好嘅，係我覺得令好多在座嘅各位，可能同大家講你中意姜濤嘅時候，多少都會有啲身邊人都會話中意姜濤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方面係好對唔住大家嘅，我覺得自己都有相當嘅程度需要去做好啲咁啊。係咯，我都希望大家照顧好自己身體啦，唔一定話每一次咩 event 咩你哋都要出現。其實我好想同你哋講嘅就係，你哋每一個人自己先係最緊要。我唔係最緊要，我好想同你哋每一個人講，真係因為我希望我哋出現係可以令到你哋自己變成更加好嘅自己，係啊，而唔係好多時候為咗去好辛苦做好多嘢，但係忘記咗自己。所以我會知道你哋喺度就得㗎啦，所以係。將你哋擺喺自己第一位。好啊，同你哋聽歌係用第一集啊咁。你又長大咗啦，同埋知道阿姜真係好留意大家，所以先會話你哋一定要以自己作為自己最重要嘅。可以表達到我想講嘅嘢，咁希望大家中意。係呢首歌叫一首簡單的歌，係。好，唔係可以好緊張。这世界很复杂，环绕我想说的话，我不懂太复杂的玩法。什么样的礼物能够永远记得住，让
讓幸福別走得太倉促。雲和蝶，蝶和花，從來不需要說話，斷不了，依然日夜牽掛。唱情歌，說情話，只想讓你聽清楚，我愛你是唯一的傾訴。寫一首簡單的歌，讓你的心情快樂。愛情就像一條河，難免會碰到波折。這一首簡單的歌，並沒有什麼獨特，好像我那麼的平凡卻又深刻。可以成為一個平凡又深刻嘅人啦。我一直在思考，讓你了解我的好，卻忘了常常對你微笑。失去的、忘記的，我會盡力去彌補。你是我最珍貴的財富，寫一首簡單的歌，讓你的心情快樂。我們就像一條河，難免會碰到波折。這一首簡單的歌，並沒有什麼獨特，好像我那麼的平凡卻又深刻。簡單的歌，一首簡單的歌。寫一首簡單的歌，讓你的心情快樂。我們就像一條河，難免會碰到波折。這一首簡單的歌，並沒有什麼獨特，好像我那麼的平凡卻又深刻。我好緊張喎。多謝晒姜，好靚嘅畫面，你可以留喺個 T 台度喎，因為我哋想趁住呢個時刻咧，盡量可以讓你同埋所有姜糖咧影多啲相咧去留念啊！所以邀請大會嘅攝影師呢個時候咧可以上到去台前呢度，咁我哋每一個區咧都好，多謝晒你啊！ Thank you。翻入後台食蛋糕啦，拜拜。